博爾頓嘅石春路睇落唔似係發明運動鞋呢種世界潮流嘅地方，但係大衛福斯特一家相信係佢哋帶起成件事。其實帶起呢件事嘅人係我嘅曾祖父，即係佢祖福斯特。佢喺1895年發明咗佢嘅跑鞋，就喺博爾頓佢爸爸嘅糖果店上邊。唔係講笑，喺祖福斯特發明跑鞋之前，跑手都係着住皮鞋賽跑。祖希望跑手喺跑道上邊冇咁跣腳，於是就喺鞋底有釘嘅木球鞋得到靈感。於是佢用呢個概念改良下，成為咁樣。你可以見到木球鞋嘅短釘變得長咗好多，咁樣喺梅渣跑道跑就咬地好多。知唔知我諗起啲乜嘢？睇落好似芭蕾舞鞋，因為其實都係一樣咁樣做。有釘嘅芭蕾舞鞋。其實以一對跑鞋嚟講，呢對都相當有革命性。絕對係，因為呢一對鞋將跑步成件事都改變咗。喺1904年，艾弗森拔喺一次比賽裏邊破咗3項唔同距離嘅世界紀錄。佢當時着嘅就係福斯特嘅跑鞋。喺一夜之間，福斯特跑鞋變得世界聞名，但係咁都未算最勁。1924年，英國田徑明星阿伯拉罕斯同李代爾雙雙走上巴黎奧運會嘅跑道，嗰場賽事因為電影《烈火戰車》而更加出名。李代爾喺400米贏得金牌，阿伯拉罕斯就喺100米短跑奪金。佢哋都係着福斯特父子釘鞋。公司發展越嚟越大，生產好多唔同嘅運動鞋。但係到1958年，福斯特有2個仔覺得家族生意唔能夠滿足佢哋，決定另起爐灶，開間新公司。我爸爸同叔叔唔想再留喺屋企，想行自己嘅路，所以佢哋就執埋包袱由博爾頓搬去伯里，創立咗 Reebok。係啊，我爸爸喺一次比賽贏咗本南非字典，係比賽嘅獎品。點會有咁嘅獎品啊？佢哋係咁揭本字典，然之後揾到 Reebok， 一種南非羚羊。佢哋開咗新公司之後做咗啲乜嘢？佢哋沿用福斯特嘅傳統，同時發展新嘅物料同技術，擴展業務。我1983年開始喺爸爸嘅公司做嘢，啱啱係我哋準備推出新產品，配合當時美國嘅新興運動潮流，就係健身帽。喺嗰陣時 Reebok 真係發展得好勁。喺工廠，我嘅全皮運動鞋嘅生產工序已經開始咗13分鐘，到而家我已經裁好所有皮料去整對鞋。而家係時候將所有嘢夾埋一齊，所以我去預製站揾祖安梅菲。祖安，我帶咗啲嘢俾你，你喺度做咩㗎？我負責做鞋頭同鞋邊。加埋上去？係。可唔可以幫我？可以。鞋頭同鞋邊係2塊冚住鞋頭同鞋踭嘅皮。由於呢2個位置喺行嘅時候好受力，所以一定要加強先得。你而家係咪加緊塊膠落去加固啊？係。係咪用熱力黐埋啊？係，冇錯，用熱力黐實佢，攞出嚟都幾熱嘅。咁樣好似焗餅。係啊。我聽人講咁叫削切。嗰部機係。嗰個係即係點啊？我做俾你睇。係我要做嘅嘢。削切係做鞋嘅一個古老術語，要削薄啲皮。要削薄咗條邊，先可以更容易咁將塊皮包住個鞋頭。我要喺個面度削走一層，好似幫佢剃鬚咁。係。我可唔可以攞走呢啲？可以，你攞。多謝你。小意思，拜。而家啲皮已經用膠片加固，我要去刺繡站。呢度會將設計花樣繡落我對鞋嘅鞋踭度。呢部工業用刺繡機可以一次過刺好15個圖樣。負責監督嘅係積奇賀遜。
積奇，呢度做緊咩啊？英國旗。係啊。